这件意外带走着2个救难英雄，其中37岁姓吴的消防员，今年的2月，台中成功3月爆炸了后，又就节目分享着专业的观点，讲业者都要顾好着人客性命。百货公司若出意外，业者都要想办法把顾客带出来。伊对伊的工作是充满热情。 伫保障家己的性命的前提之下，较入去。面对镜头，看讲，看出伊对消防工作热情，伊就是不幸殉职姓吴的消防人员。也会家己负起责任，讲哦，若是有意外的时阵，你要安怎甲你的迄个啥，伊的客户安怎去带出来？伫咧2月，台中成功3月起爆了后，姓吴的消防人员伫咧节目顶讲到业者顾好人客性命，想要到做代志顶真的去，这一边为着救饮水民众，家己煞不幸发生意外。他参与了下午的救援任务，那到院的时候已经是呈现一个欧卡的状态。那急救的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又40分钟，在8点01分的时候宣告死亡。姓吴的消防人员是新北消防局特探分队，警专25级毕业，年资16年，今年搁伫咧警大2级考试金榜第1名。唔那呢，伊可是消防款项促进会成员，平常时也面面真真争取同事款项。接轨退车停伫咧殡仪馆太平间外场面正相比，平常时同齐奋斗的同事，拢来送伊行上尾一段路。警消备种专业台湾战警小连续2篇文章，黑白小底的相片写英勇殉职，全台湾爱岛。新北消防4大队和新北消防北海6号消军平台，不拢来换思念伊的相片。 真侪网友拢来留会，希望伊会当安心离开行开卡。姓吴的消防人员生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，查某囝才9个月大，因为出任务发生危险的代志，囡仔等袂到亲爱的爸爸回来，互家属拢无法度接受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